各位師傅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租地醫帶嚟嘅的士業界資訊節目。今集我哋一次過講齊3件業界大事。第一，有網約車平台提出發放3萬個網約車牌照，各方反應點？第二，4月初一宗的士撞電單車意外，車 cam 片段喺網上瘋傳，究竟發生咗乜？第三，上個月4月1號強制電子支付正式落地，首日即刻爆出3% 手續費爭議，運輸署出嚟澄清，到底係點回事？3件大事一次講清楚，實要睇。好，第一單嘢，網約車業界最近帶嚟一項新建議，係較早前4月10號有網約車平台公開表態，話政府最少應該發出3萬個網約車牌照先得。3萬個係一個相當具體嘅數字。做個參考，目前全港市區領牌的士大約18000架，有關平台提議嘅3萬個，相當於現有市區的士車隊規模嘅約 1.67 倍。業界方面就有代表人士提出反建議，話上限應該定喺1500個牌照，原因係要對應現有受規管的士車隊嘅規模。兩個數字3萬對1500，差距差唔多係20倍。呢個係今次諮詢討論嘅核心分歧所在㗎。有關平台就呢個建議解釋，係根據目前3萬名活躍網約車司機，加埋每年250萬名用戶嚟計算，認為要維持服務水平，需要有足夠司機配合。業界方面亦有聲音指出，網約車喺香港長期處於法律虛色地帶，今次係透過立法嚟規範，各方對牌照數量嘅意見分歧相當大㗎。目前有關平台建議嘅3萬個與業界代表所建議嘅1500個之間存在明顯落差。政府方面而家正喺度草擬附屬法例，預計下半年展開公開諮詢，到時各方意見應該有個更清晰嘅討論平台。呢單嘢值得繼續留意，我哋會為大家持續跟進。講完大政策，我哋講返師傅們最關心嘅嘢，就係最近喺網上瘋傳嘅車 cam 片段。4月初，一段涉及的士嘅意外車 cam 喺網上廣傳，引發大量討論。喺4月3號，喺西九龍公路近南昌公園，有車 cam 拍到一輛的士由慢線切入中線，直接撞到正行緊嘅電單車。電單車當場人仰車翻，鐵騎士墮地打白鴿轉，幸好冇俾後車碾過。片段短時間內喺網上廣傳，引發大量討論。車 cam 片段之所以咁容易引起關注，係因為佢俾到一個第一身視角。唔係文字描述，係直接睇到當時發生咗咩事，所以討論通常都好熱烈㗎。今次事件亦令唔少人再度關注車 cam 錄像喺意外發生後嘅作用，無論係幫手釐清責任，定係作為保障自己嘅證據，都係相當重要㗎。好，去到第3件大事啦，就係上個月頭第一日出車，所有師傅都感受到嘅嘢。強制電子支付正式落地，由今年4月1號起，全港所有的士必須提供最少2種電子支付方式，一種係 QR 碼，即係各大電子錢包；另外一種係非 QR 碼，例如八達通或者信用卡。唔跟足規定嘅話，最高罰款5000蚊或者監禁6個月。不過新例實施首日即刻爆咗件事㗎啦。有網民發現有的士喺車廂度貼咗張告示，話用電子支付要額外收取3% 手續費。呢個消息一出，即刻引起廣泛討論，唔少人質疑係濫收車資。但係運輸署其後出嚟澄清，呢個3%係平台服務供應商向乘客收取嘅行政費，唔係的士計米收費，技術上唔構成濫收車資㗎。運輸署嘅立場係，的士計米收費完全唔受影響，3%係平台本身嘅服務費安排，兩者喺法律上係獨立嘅。
其實由今集頭段嘅車 cam 片段到今節講嘅電子支付新規，呢兩樣嘢，車 cam 同電子咪錶都係租得醫一日都為的士師傅提供嘅服務。趁呢個機會同大家介紹下，租得醫係航通行之泰科科者旗下全港首個獲政府認可，專為香港的士行業量身打造嘅智能管理系統，服務全面涵蓋智能電子咪錶、多鏡頭車 cam、智能電子鎖匙、車隊變更管理同埋行車實況雲端備份。一旦發生意外，錄影片段即時儲存，充分保障司機、車主同管理公司各方嘅權益。租得醫智能咪錶搭配專屬司機 App 嘅 SoftPOS 刷卡功能，司機同車主唔需要額外添置任何設備，已經完全符合政府強制電子支付嘅最新要求。配合智能變更同智能電子鎖匙，令車隊日常管理更簡單、更高效、更省心。歡迎各位的士車主、車隊管理公司同埋的士師傅諮詢合作。想了解更多詳情，可以 click 下方連結或者直接聯絡租得醫團隊查詢。講返新例，有數據顯示，法例生效後首日，電子支付交易量即時升咗33%，反映乘客對電子支付係有需求嘅。對於今次強制電子支付新例，業界各方意見唔一。有人認為長遠可以減少找服糾紛，提升乘客體驗，亦有業界人士就實施細節同配套安排表達關注。運輸署嘅澄清亦提醒各方，乘客用唔同支付方式嘅費用結構係有分別嘅，相關資訊係咪夠清晰，係目前業界同平台方都持續關注緊嘅問題。好，今集我哋一次過為大家報道咗3件業界大事：網約車牌照方案最新動向、的士車 cam 意外廣傳，以及強制電子支付新例落地情況。網約車牌照諮詢、電子支付強制落地、車 cam 片段持續引發討論。香港的士業界嘅變化係一浪接一浪。今集講嘅3件事可能淨係個開始咋。希望今集內容對大家有幫助。如果你有任何業界消息或者意見想分享，歡迎喺下面評論區留言。記得俾個 like、subscribe 同埋開定小鈴鐺。我哋下集再見。